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一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最近保利发展公布了自己的这个销售数据作为现在的房企中的老大，排第一的保利2025年1到5月签约金额同比减少11.5%， 5月签约面积为130万平方米，同比减少32.9%，签约金额285亿元，同比减少19%。2025年1到5月累计签约面积561万平方米，同比减少25%，签约金额162亿元，同比减少11.5%。也就是央企保利它这个卖房子这个能力，5月份是断崖式下跌5月份同比无论是面积还是金额都是大幅度下跌面积下跌33%，金额下跌19%。保利可是排第一的都这样，后面的就不用看了这个也能说明目前这个楼市到哪一步了。5月份没有什么小阳春，6月份呢恐怕更难乐观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万科只能靠大股东拼命输血，只能靠深圳地铁借钱，连保利都在去年的基础上下降20%。去年本来就是对吧？去年这个时候不是楼市基本上处于叫冰封期吗？如果去年不是因为太这个低迷了，那怎么会9月份出那么多政策呢？比较大的政策那9月份出政策就是因为前面太差了，没有办法。那现在呢，同比那就比去年这个时候还要差，也就是含义那是越来越刻骨这个有房地产之父称号的孟小苏他最近说他接受那个什么新青年采访的时候，他呼吁这个房价不能再跌了他认为过去几年房价下跌了30%，损失了120万亿的财产，房价不能再跌了，房价再跌伤及到居民财富价值。大家看视频特别是中央近年这个2次3番的在讲要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这个房价不能够再继续跌了。房价现在跌了那么多已经伤及到了百姓伤及到了居民的财富价值。这些算下来这个3年下来特别是最近这2年房价下跌，跌掉了多少呢？跌掉了30%我不是一个光说房价会涨的人，因为我说房价会涨的时候是前些年房价真的在涨，那么前2年我就提醒房价会跌，你看现在房价跌的真让人心痛。跌掉30%是什么概念？就是跌到了120万亿的资产价值。这120万亿相当于什么？前几年我们中国一年的 GDP 总量就是120万亿。美国在2008年楼灾的时候跌掉了11万亿美元让所有有房的家庭都受了害。很多没房的家庭，他们也因为是这个失业下岗遭到了这个困难。这个120万亿丢得很心疼，所有的居民包括有房的没房的都受了损失。没房的受什么损失？没房你们一看现在整个新开工全国的新开工从原来的20亿平方米变成了现在只有7亿多平方米，就是变成了1/3的新开工。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施工单位都遣散人员所以现在是由于这个房价的下跌造成信心不足，就造成了这个老百姓就不敢在这个时候出手买房由此就带来了和房地产业相关联的180多个行业的萎缩而且也影响到了这个地方政府的税收。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么我们一定要把中央提出来的稳房价、稳预期当成重要的工作。说实话，这个孟小苏关于房价不能下跌这个道理是说得通的这观点我也能接受。为什么呢？你想想咱们现在这个通缩经济低迷就是跟房价下跌也是有关系的。大家还记得那个付鹏，他举过一个例子对吧？他以前是每天喝这个星巴克对吧？1杯星巴克或者2杯，现在改成什么了呢？现在说改成那个8块钱1杯的还得送1杯，还要团购，还有人家搞活动。付鹏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中产没钱的一个原因就是
房产啊作为一个重要的资产在缩水。哎，这也跟孟晓松说的是一样的，就是房价下跌啊，导致居民财富价值缩水，不敢消费导致什么呢？你看啊，今天统计局给出来数字 ，CPI 是加速下跌啊 ，PPI 也是的 ，PPI 下跌还超预期，这一切都是韭菜啊勒紧裤腰带，你不消费，你看啊，这就巧了啊，今天那个新京报啊，贝壳财经报道啊，说数十款产品降价，就是星巴克居然开始降价了，平均价格降幅约5元。星巴克多款饮品平均降价约5元。6月9日，记者了解到，星巴克中国将发力非咖啡饮品市场，打造上午咖啡、下午非咖全天候服务场景。6月10日起，星巴克3大王牌品类星冰乐、冰摇茶、茶拿铁共计数十款产品将集体推出全新夏日新动价，以大杯为例，平均价格降幅达到5元左右，最低仅需23元。先别管这个星巴克啊，它贵不贵，人家现在开始降价了，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啊，不得不降价，对吧？人民日报昨天还发文，不要打价格战，对吧？不要内卷。虽然说的是新能源汽车啊，那这个饮品市场也差不多嘛。你星巴克降，那别的也得跟着降啊，不降，人家就没有优势了，人家本来就是价格优势。这回对吧？星巴克降价，你什么瑞幸咖啡、其他的什么咖啡都得降啊，不降他就得搞点别的活动，卷了。你看付鹏说的，这个咖啡的吧，以前来一杯星巴克，现在星巴克喝不起了，喝8块钱买一杯还送一杯的，主要原因就是房价下跌导致这个所谓的中产有房子的，他这财富在缩水。所以从这一点上说啊，这个确实房价下跌对这个经济影响很大。孟晓松说啊，有房子的资产缩水了，没房子的问题就是工作难找了，就业难，吃饭难，因为大家都不花钱，那这些厂家只能卷啊，因为你产能在哪儿，所以新能源汽车它就得卷啊，杀价格啊，你不杀别人杀。这个饮品市场也一样啊，对吧？星巴克你不降，人家就喝瑞幸咖啡，不讲究了。你要降，别人也得降，你还得降啊。这跟那个酒是一样的，那个茅台好像现在也在降价吧？茅台这个散飞的批发价马上就跌破2000了啊，好像恐怕已经跌破2000了吧？作为高端白酒，茅台扛不住，那其他的酒哪个能扛得住呢？对吧？高端一降，中端的也要降，中端一降，那低端白酒还得降。所以说这个孟晓松说这个观点是对的啊，就是说这个房价下跌导致这么多事情，这个能站得住脚。问题的关键是在哪儿呢？问题的关键是它房价的下跌，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或者房价下跌对经济对就业对吧影响非常大。那我们怎么不让房价下跌呢？对吧？孟晓松他对吧不方便说，或者他不敢说这些话，对吧？你怎么样让房价不跌？房价跌的危害大家都知道，正因为房价跌，所以很多刚需房他也不敢买啊。那谁愿意说我今年花400万买套房，或者明年就变成320万？你说谁愿意啊？那他肯定得等啊。所以说只要预期啊形成房价要跌，那它就会加速下跌，大家更不敢买，就这么个道理啊。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样能让房价不跌？房价不跌的前提还是买房的人呢，他能消费得起房子。未来对吧？如果你的房价有上涨的预期，那未来的人他能消费，他能接你的房子，那你凭什么让未来的人能够接你现在涨价的房子？你凭什么让现在的人他认为你的房价不贵，他买得起？所以说来说去就要提高韭菜的收入，对吧？你只有提高了韭菜收入，大家形成稳定的预期，刚需房他就去买房了，刚需房陆续的入场，拿着钱进去了，这房价慢慢的就稳住了。现在问题是你要提高韭菜收入，就是咱们以前节目一直说的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你非要说啊，先把房价稳住，不让它降，然后这个房价稳住了，大家这个开始消费了，经济好起来，大家收入多了，大家收入再去买房，变成这么一个循环。但是韭菜认为现在我要等到我收入多了我才买房，对吧？等到我能找到工作了，等到我这个工资在涨我才买房，等到我看到房价不跌了我才买。你看说白了就是你是让韭菜先贷款去买房，还是说让韭菜先具备买房的水平能力，他能消费，然后他再去买，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道理我觉得大家都懂。还有专家说说房地产的问题本质上是金融的问题。当前我国房地产救市效果不佳，一定是流动性供给机制问题，结合供求关系重大变化，从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市场，必须在流动性供给机制上做创新，也就是在金融方面发力。不管你在哪方向发力，你不提高韭菜收入，那的发力都没用。你所有的政策最终都转化为韭菜能找到工作，韭菜的收入稳步提升，也就是韭菜的收入稳，楼市就稳了。那有人就说了，那到底怎么办呢？所以说专家他未必敢说啊。
我们以前经常说啊，这个经济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增长。经济为什么要高速增长？经济不能停，也就是时髦的一句话啊，叫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它就是这个道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啊，我们每个人呢，尤其是韭菜、牛马、寒门学子、底层人，大家总认为自己有机会，因为那个增量完全够了，只要你努力，你总能实现。因为经济在发展呢，它经济发展速度一快，就可以掩盖很多矛盾，或者解决很多矛盾啊，就有了这个条件。所以，当我们混得不好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是问自己啊，就像那个李佳琦说的样，你努力了吗？对吧？为什么别人都行，你就不行呢？隔壁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不都挺好的吗？都在哪儿买了房？所以我们就会问自己，确实你努力还真能解决。但是现在你看整个的经济形势，对吧？就像一个高速行驶的列车，它慢下来之后，发现我们找不到工作，对吧？自己努力怎么努力也解决不了，对吧？失业降薪，所以现在这个社会现象就是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啊，你比如说4+4，对吧？北京协和医院医学院呢，4+4，还有这个哈佛大学还是哪个大学啊？姓蒋的那女孩子，反正这几天热点啊，像这种啊，只要一露头，马上就被网暴。它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说的这些现象啊，就是北京协和医学院4+4这种现象，那是由来已久，就一直都存在。黄洋天田这样的事情，那不也是一直存在吗？难道是上个月才有的吗？对吧？那个在哈佛大学演讲的那个女孩子，这个不是更早就有了吗？为什么现在大家看不惯呢？过去为什么大家都能容忍呢？过去就有啊，因为过去我刚才说了，大家都觉得，对吧？他们4+4没关系，我努力一样可以做到，对吧？黄洋天田他爸，对吧？怎么的进了公务员体系？过去人不在乎啊，大家知道吗？就我们那个年代啊，高考的时候，我就有同学啊，他就没参加高考，直接啊，就是家里有关系的就进了石油系统，还有的有关系的就进了烟草系统。你想想，虽然有人羡慕啊，但是都无所谓，因为你要考上大学比他那个强多了。即便考不上大学的，这出去打工好像不比那个石油系统、烟草系统赚的少。后来还出现大下岗，这国企啊什么的降本增效一大堆的。加入 WTO 以后啊，很多人到外企上班，那个收入，对吧？跟那个在机关单位都不可同日而语啊！就很多人从体制内辞职，这叫下海嘛？为什么呢？现在你看啊，大家都削尖脑袋考公务员，要进体制。所以在过去啊，你就说家里找关系啊，进了什么体制，进了中石油，没有人太在意。那现在就不行了，对吧？现在大家都要往里去，要讲究这个公平，因为大家自己上升的路被打断了，上升的门呢被关上了，机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更加关注这种公平。说来说去什么意思？就是蛋糕不能再做大了，蛋糕只能这么大了，或者蛋糕的，对吧？增速啊已经没有办法再提高。过去我们是靠增量来解决，现在呢只能靠存量的蛋糕，那简单了。那大家更关注什么？公平，也就是所谓的要分配要公平。现在资源也是存量的，就这么点资源，对吧？蛋糕也就这么多，财富也只有这么多，那很难再增长。我们老说3个发动机啊，基本上都熄火了，那你怎么增长？所以你看，韭菜咱们底层的牛马，就越是这个时候越这个追求公平，因为大家都在存量里面做文章了。所以，那你现在只能在这个公平上面下功夫，因为你不能再指望着这个高速增长，对吧？用增量蛋糕来解决。那存量里面有什么问题呢？我就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这个，对吧？这成都要修什么老干部疗养中心，100多亿；哪个县，对吧？小县城里面要修广场，广场上要用仿生椰子树。你看这2天网上比较火的是南昌好像建了一个汽车博物馆，花了3.5亿，建完了之后闲置在那儿。那什么原因咱们不知道，反正总之3.5亿花了，然后闲置在那儿，这不全都是浪费吗？按照薇薇老师说的，对吧？我们的主要的钱在大头那儿，就我们口袋的钱是小部分，对吧？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这个财富啊，都在大头那儿，大头给你一部分就这么浪费掉了。修了很多高铁站，现在不开，关着的；修了很多地铁，对吧？到郊区那都是在烧钱呐，一趟一趟的没人啊，只有上下班高峰期才没有人，他也得跑，他也得通电，他也得开空调，这个对吧？要换气，各种线路，各种照明，各种电梯。大量的浪费，还有贪污掉的。所以要想啊，这个在存量里面玩出花活出来，让韭菜感受到这个公平正义啊，首先是，对吧？这种浪费啊要杜绝，不能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啊，这种宰卖爷田不心疼。第二个就是，对吧？大头主动来少拿一点，蛋糕要往韭菜这倾斜，因为毕竟，对吧？大头拿走了那么多，很多都浪费掉了嘛，只是形成了 GDP， 但是没有形成血液啊，对吧？它不能造血。哎，你韭菜
菜的这个可支配的收入多了，他自然会对自己的钱负责任，该消费他去消费，该买房买房。这个为什么刺激消费不管用呢？就是刺激一下，只是叫提前透支。这说来说去还是韭菜没钱嘛，你把钱发给韭菜。当然，这个我说的发不是说你印钞票发，那是说你这财富分配，你这蛋糕里面，对吧？你国企你有那么多，那比如说学一学哈萨克斯坦，对吧？在你的这个国企里面划拨一部分股权或者一部分收益，划到哪儿呢？花的这么社保基金，或者是生孩子，对吧？新生儿怎么样一个保障？哈萨克斯坦不就这么干吗？人家对吧？一个中亚欠发达国家都能做，为什么不去学学呢？对吧？把国企的掌握的那些资源、那些收益、那些股权，把它充实到社保基金、医疗，哎，这样解决韭菜的后顾之忧。那韭菜的有钱他就敢花呀，他挣1000他就敢花1000，对吧？现在韭菜是挣3000存2000，大家都玩命存钱，为什么不敢花呢？这个孟小租还说啊。他建议说银行在困难时期要和购房居民共度难关，对低收入群体停几年利息，把钱收回去，又能带到哪儿去啊？就是孟小舟意思是说啊，现在很多韭菜，很多人啊买了房，按揭贷款，我们银行就不要逼他，这是困难时期啊，要跟居民共度难关啊。对于那些没有找到工作的、失业的、下岗的低收入群体，对吧？2-3年停息挂账，等他缓过来，哎，再继续这个交按揭。他说你现在银行把这个贷款收回去，你贷给谁呢？你也贷不出去。这个都只能是缓解一下，这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也就是你给这失业的人啊，他确实是没钱还按揭贷款了，那银行说我给你3年时间。问题是失业的人，那很多人他3年以后他好不了哪儿去啊！现在一失业你找不到工作啊，这不像过去你一失业，对吧？你说我降低一下要求，我好歹能找一份事干。现在你就降低要求，你就找不到事干，也就是你给他缓2-3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还是提高不了他收入。另外银行他给你免2-3年利息，他不是真给你免而是让你交还2-3年，你的利息1分钱不会少，你资金占用了多少年，你只会多，对吧？你的利息只会付的更多啊，银行总不能赔钱啊，对吧？银行那个资金它储户，它得给储户付这个利息啊，所以我很久以前就说了啊，你要聊房价涨跌啊，要稳住房价，对吧？出那样的主意，那样的方案，如果不是从提高韭菜收入这个角度出发的，那都是白搭，都不会有什么效果，都只是延缓，对吧？还有专家拍脑门，让政府收储发国债，把那个开发商的房子再买回去，把卖给开发商的地再买回去，都是这些专家在误国啊。可以说从去年9月份轰轰烈烈的这个救市对吧？这从目前的数据看，效果已经结束了，反而现在是叫透支了，对吧？如果6月份、7月份如果不出台新的救市措施那恐怕那数字更难看了，有更多的房企要暴雷。另外一个也能说明分配出问题了就是我们一直说的，你看上海同样是上海5000万一套的房子日光，对吧？20万1平米的房子日光，但是那3万4万1平米的房子外环外的反而卖不动，一个月卖不了1-2套，为什么？这就说明财富在向少数人集中财富在向少数人集中，还不就是说明分配出了问题吗？你存量的分配这么严重。根据这个招商银行2024年年报披露招商银行全部客户是2.1户，2.1亿储户呢，总资产是14.9万亿，就是存在招行里面。这么算的话，人均是7.1万，看上去还可以但是这个招行日均资产达到50万元以上的客户只有523万，这523万的储户在招行的资产总额是12.2万亿，户均233万，剩下的2.05亿储户资产只有2.68万亿，人均1万3。那这个当然了，这个招行的储户这个人数和那个它的总资产这个只是一个参考，这个也能说明2.5%的客户占有82%的资产如果你光这么看，看不出所以然，不知道这个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原本就应该是这样。所以说对比招行10年前，2014年招行年报显示当时招行的客户数量是5625万户，其中日均资产50万元以上的客户129万户，占比2.3%。但是呢，在全部当时2014年招行是3.47万亿的资产，而这129万户占这个招行的总资产是2.6万亿，占比是75%。换种说法就是2014年的时候是招行2.3%的头部客户占有75%的资产，大客户平均资产是201万元，小客户平均资产1.6万元。你看你这么一对比，你就发现了这个2024年小客户人均资产只有1.3万，还少了3000，而这个大客户就那个2.3%的人均资产还涨了30多万，也就是钱在往少数人集中
对吧？10年前头部这个客户啊，他的存款占75%，现在变成占82%。所以我们看啊，这个银行的存款在增加，都增加在谁身上呢？增加在了2%几的人身上，大户富豪，98%的人这个存款没有增加，或者增加的非常少。这也就很好的解释啊，这个上海为什么5000万的房子，日光是吧？那个外环外的房子卖不动，杭州也差不多啊，你房子越好越好卖。所以大家就能感受到这口罩之后啊，这个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不是说更加公平，像牛马韭菜倾斜，反而是逆向的啊，向少数人集中。这就导致为什么牛马总是觉得累，每个年龄层的人都觉得累。所以立竿见影的啊，说马上就能见效果的，你只有从这个分配下手啊，切实提高牛马的收入啊，提高韭菜收入，否则的话都是耽误时间呐。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